后来过来是这个汉光演习，今仔日来到第9天。讲为昨早起24小时内，中国有58架军机出现伫台湾周边的海峡，甲咱扰乱。不过国军的操演无受到影响，出动着2架阿帕奇、2架乌鹰直升机来进行着紧急起降、甲热加油、甲挂炸弹的演练，这个场面真震撼。 阿马吉直升机紧急的降落，普罗佩拉带来风压，伫边仔看真震撼。猫会想说要过来拍啊。喜欢看飞机，在路上看得到他们，比较安心。 军事迷透透落来啊！眼前2台阿帕奇、2台乌鹰直升机排规排，油罐车上场，无熄火加油。阿帕奇直升机挂会当拍战车的地甲火飞弹，甲用伫防空的气箭飞弹。陆航执行战斗直升机的热加油以及挂弹作业，从紧急起降到整个的弹药的补给，总共只能花短短的30分钟。汉光演习第9天进入持久作战，唔拿新北的树南。 台中这边毛2架目镜船直升机降落加油，挂2粒地甲火飞弹，搁升空执行任务。那如何去确保各个小组之间的这种联系？让飞机到人已经被变，就可以开始执行整补，会是接下来的关键。人以后也要担心中共无人机的袭扰或者是攻击。 不过，当咱的实兵演练进入到最后阶段的时，中共却伫这时阵实施联合战备警巡。为昨早起6点开始，24小时内，总共侦测到58架次的攻击，9台强舰1台公务船继续伫台海边仔活动。国军继续咧演练，同时运用公务基舰甲压力飞弹系统应处，就是要让强军唔敢乌白来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